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而家推出一個電氣布線工基礎證書課程，屬於僱員再培訓局嘅就業掛鈎課程，適合失業待業收入人士報讀。合資嘅學員不但免學費，出席率達80%可以獲津貼，仲有就業跟進服務。課程內容包括電力法例、平安卡訓練、電學理論同埋實務布線，幫你入行做電氣工程。開課日期係2026年2月9日，訓練期共268小時。上課地點係旺角福康工業大廈120-4室。報名資格要18歲或以上，中3或者中5學歷，通過面試同埋識覺測試。報名地點喺油麻地彌敦道466號欣佳大廈1樓 C 座。記住唔好去錯上課地點報名啊！想查詢或者報名可以打熱線26388012或者23325433。有興趣就盡快報名啦！嗱，咁啊講翻曲隻掣，佢以前咧曲隻掣咧靚嘢嚟噶，咩牌子就唔知啊。總言之係以我經驗嚟講啊，呢個圓形嘅，擰嘅，咁啊襟啲啊冇咁易壞。嗱，而家買到呢啲咧就橢圓形嘅喎，咁啊逆時針90度就開，順時針90度就閂。咁你有時咧，佢呢度咧積死咗啲銅垢啊或者嘢咧，呢個帽就經常爆嘅。咁而你加呢隻咧就五金鋪就好少有，要去旺角先有買啊。呢隻嘅就各大五金鋪有售，不過唔緊要啦，咁去買㗎，買咗照裝。咁啊話晒佢都係新嘅啊。咁裝呢曲隻掣有乜技巧咧？咁啊，見唔見有啲牙？嗰啲牙咧已經係花咗啊！咁你全水油膠布咧，咁啊唔會褪牙啊，唔會褪牙啊！咁如果冇啲花咧，就要整翻花去啦。咁有時裝曲就咧唔係好似啲明咁啊內牙曲，咁啊明而家好做啦。咁有咩唔妥當，咪成個內牙曲換咗佢咯。如果你入咗牆咧，咁啊麻煩啦。咁如果話你個閃膠布翹得少嘅，就驚佢漏水；翹得多嘅就驚逼爆佢呢個內牙。咁可以點做咧？用呢隻液態膠布，叫閃膠布啲出嚟咧，呢個牙度咧就擠少少落去，同埋佢呢個內牙咧又擠少少落去。咁啊，等佢啲牙咧就充滿咗呢啲咁嘅一劈二劈嘅嘢。咁嗱，呢度查翻問題。咁呢隻565液態膠布咧，淘寶有賣啊，自己上網查一查。咁翹水油膠布咧，如果冇查呢液態膠布咧，我正常我就翹呢個25圈至30圈。如果話查呢液態膠布咧，就可以翹咗10圈，咁啊15圈到應該夠。1、2、3、4、5、6、7、8、9、10、11、12、13、14、15算。咁扭落之前，好唔好收呢個冚咧？千祈唔好收呢個冚，呢個冚咧遮住，萬一有漏水咧，你係睇唔到嚇。同埋喺個洗面盤底嗰度咧，你加個死人冚落去，有乜意思啊？一味要靚，咁啊成日啲嘢都要話要遮住佢。全部遮住晒去，漏水又睇唔到，一味要靚，我唔落冚嘅。就算俾人鬧咧咁話啲黑粉成日話，師傅你裝呢啲嘢又唔落翻個冚，就係唔落，你變咗鬧我都唔落噶啦。我係咪一定要落呢隻液態膠布咧？有時啲內牙咧花咗。或者話唔知點解扭嚟扭去都係流，包底嘅都係流咧，咁啊用呢隻救命嘅。咁其實唔落都得嘅，唔落我哋正常翹翻30圈咧都應該得嘅。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圈。22、23、24、25、27，哇都飽啊！28， 28都夠，29啊！冇液態膠布咧，亦都可以。咁啊，
包呢個25至30圈啦，都唔漏水啊！接埋2條喉先。好，開翻水，睇有冇漏水先嚇。咁啊，整水喉咧，會唔會漏水咧？仲要睇下嗰個樓層咯。如果樓層高啊，接近頂樓嗰幾層咧，咁啊通常冇乜鑊氣。如果近地下啊，3、4樓水壓就大好多，咁啊難整啲咯，唔係話整唔到嘅。好啦，龍頭就裝完，咁而家講個彈質去水。咁呢個盤咧就有呢個 overflow 水嘅，咁啲水由呢度滿瀉啦，就流翻去底呢度。咁呢個位置咧就厚啲嘅，咁啊頂同埋底咧都有大約寸耳嘅。咁啊，如果咁乜嘢咧，就一定要裝呢隻中間界開咗口嘅有科水嘅 overflow 水。咁啊有一啲咧就冇嘅，咁有啲薄盤嘅冇啲 overflow 嘅，就呢度咧就唔開口嘅，啲牙咧就去到頂嘅。咁兩隻就唔可以調轉咗咧，就裝極都漏水。咁啊呢隻就比較難裝。呢隻已經係好噶啦。呢隻咧呢個底膠比較厚記唔記得呢邊呢隻？呢塊底膠咧薄稀稀嘅咁你收落去咧就容易變形但係呢隻咧嗰個底嗰個壁毛咧就厚啲，易扭啲喎。呢個壁毛咧就鬼死咁薄嘅喎。好，咁啊講翻呢個厚之餘咧仲有缺點，因為啲水咧喺呢度咧就會流落去，沿住啲牙流落去。就算咧你有個厚嘅膠咧，啲水咧都會喺啲牙度咧就滲落個底度，所以呢隻咧係比較難裝如果係冇呢個 overflow 呢個咧，啲水喺呢度已經跌咗啦，下低冇水，咁啊難裝呢個裝啊嗱，咁又係講翻個盤嗰個質素問題。如果呢個窿係正嘅、完美嘅，咁啊其實呢個膠圈係得嘅。不過通常咧燒出嚟咧都係奇形怪狀嘅，係咩嚟咩性。咁啊就係靠呢個膠圈咧就止唔到水，所以咧就插咗唔耐。又係啦，落油灰，咁唔落油灰，落玻璃膠得唔得咧？玻璃膠係得嘅，到拆嗰時拆唔拆得到咧，都應該拆得到。咁啊落到去飽滿啦。呢個開口對翻前邊，唔對或者對唔正得唔得咧？都得嘅，冇人知嘅。最關鍵就係呢度收呢個底帽，咁點樣令到啲牙唔漏水，同埋接喺上面唔漏水咧？咁有啲人就前士林膠布，左前右前，扭極都唔係。咁落油灰有技巧呢度慢慢一劈劈填咗條罅。唔夠位頂呢邊啊，用螺絲批撥上去。咁睇下飽唔飽唔飽啊！我捋一捋佢一下，捋翻平均去。飽啦，飽晒啦。攞呢個箭咧，套瓷圈嚟㗎呢個肥肥大大好似啤板向上。落埋塊墊片，先收個底帽。至於收幾大力咧，呢樣嘢又係經驗教唔到你。我又冇磅尺。不過如果呢個抹盡，裝埋個隔氣。咁呢度前幾多水油膠布啊？1、2、
1、2、3、4、5、6、7、8、9、10、11、12都夠啦哇！定住上面，唔好俾下低扭咗上去啦，又喐埋上面嗰個。點解唔用翻個舊架器啊？因為舊架器啊，通常有啲頭髮啊、污糟邋遢啊咁樣嚇，咁啊唔爭在啦，全部用新。點解收攬唔好啊？左擰右擰，咁啊喺啲攬嗰度漏水。唉，擰得兩擰就賴嘢。啊，搏懵啦，收緊啲睇下得唔得啦。如果唔得就要沙水油總掣。咁你明喉都仲好，如果你暗喉做攬嘅，咁你擰一兩擰鬆咗，喺埲牆入邊漏水又冇人知啊。所以入牆嘢咧，通常都係燒焊，唔好用攬。睇下有冇漏水先。試埋個 overflow 放埋，咁啊睇翻下裝，睇下有冇漏水。OK， 冇漏水就可以交貨。嗱，今日嘅分享就係咁多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撳埋個彈質，哎呀，呢度好似走唔甩啊！唉，又要拆咗去包水又加煲。呢度唔影咩睇啊？咁啊，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通常呢失敗嘢咧就剪超晒佢噶啦。不過今集應該係換啲濕碎嘢嘅last一集，整埋俾你睇啦。嗱，遇到呢攬漏水，你擰實咧有機會得，但係多數都唔得。唯一辦法拆出嚟，執翻乾淨佢，喺個攬嘅前邊包水油膠布，再收翻落去。好啦。